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今仔日呢，咱要甲大家做伙来探讨的是媒体识读。到底什么是媒体识读呢？若是咱讲到这个媒体为上较早进前的，就是大家印象当中报纸啦、杂志啦、广播电台，然后一直到这个老三台电视、台视、中视、华视，发展到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台等等。一直到1990年代开始，这个网络崛起之后，咱民众呢咧接受各项信息、各项消息的管道是愈来愈多哦。所以这个时阵呢，媒体识读这点呢非常的重要。那么到底什么是媒体识读？又个对咱产生什么款的影响？今仔日咱邀请到4位专家到节目当中，甲大家做伙来关心。咱即马就一一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咱首先要来欢迎的是带咱旗舰户新闻及国际关系处影视数位行销科长方瑞伟方科长，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长隆大学的大众传播学系的助理教授陈明正陈教授。主持人、各位先进，大家好。好，接下来呢，这位是昆山科技大学进修推广处的处长，他同时也是公共关系暨广告系的助理教授庄月峰庄教授，欢迎您。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好。这要几位为大家介绍哦，是我们联合报的云嘉南区的特派员唐秀丽唐特派，欢迎您。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所以到底什么是媒体识读？可能这些观众朋友听起来会觉得有点陌生哦，但是这相当的重要哦。重要性在哪里呢？我们就先来请教两位教授。那我们就先从陈明正老师开始。好，大家好。那其实这个媒体素养或者是媒体识读，是从这个国外的这个英文字翻译过来的，就是 media literacy。所以有时候我们翻成媒体识读，有时候我们翻成这个媒体素养。所以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教育部呢就已经公布了这个我国的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的白皮书。所以对这个是全亚洲第一个公布的国家。所以其实我们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视的。那它主要就是讲说，我们一般人他怎么样去获取啊、分析啊，怎么样去使用媒体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人接触媒体呢，能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那甚至可以利用媒体来为自己发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早期这个 literacy 应该是在1930年代，它比较像是一个在讲那个认识字可以读写的一种能力。最早是这样子，所以它会翻成识读。就是我们要认识，然后可以解读媒体的现象。所以这是一开始的意识。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说，除了要看懂媒体，能够解读背后媒体它到底的意图是什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所有人可以接近使用媒体。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传播权的部分。所以有人就会主张应该把它翻成素养这样子。所以媒体识读、媒体素养、媒介识读、媒介素养，这些都有人在使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介绍。所以随着这个时间的演变它其实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待会我们可以好好深入来探讨。好，那庄月峰教授，您的解读呢？事实上，刚才陈教授已经有讲到了，媒体识读媒体识读简单讲就是你要认识媒体，然后解读这个媒体可以讲爱捌你，还有法度了解一些物件。透过这样一个过程呢，因为事实上媒体我们每天都在接触啦，但是你怎么知道说这是什么款的媒体？有电视，有杂志，有报纸，有广播，有电台这绝对无相像，这咱来了解。另外就是讲，你知影这个新闻是安怎做出来？就是讲，编辑台，因这记者是安怎咧处理新闻的，咱这嘛是爱去了解。过来就是讲，这新闻出来了后，有的白白拢新闻有的他也是安尼报，某一台是安尼报，还是讲某一个电台佫是安尼讲，为什么有无相像？这嘛是咱爱去了解的部分。过来就是讲，咱爱上尾去了解就是讲，这媒体伊的影响力，就是讲，这款的新闻出来，为什么大家遮重视？还是讲有的新闻呢，无人去参与，它有这款的差别，有这些差异性。所以虽然我们每天都在看新闻，我们也跟新闻很接近。可是重点是说，咱到底交这个新闻，咱有咧去熟悉无？
啊，咱熟悉这媒体了后，了解这新闻，咱有法度去判断，吼，去解读，去分析，好，那我们才知道，就是说哪些新闻呢，好，甚至是说是真的，好，哪些新闻是假的，对，这个是讲对咱规个公民社会，好，对我们公民，对我们一般老百姓，好，然后对整个社会才是一个正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在讲媒体识读这东西的时候，哦，咱唔是干那讲啊，咱就去了解，就是讲上重要的是对咱的老百姓吼，咱的观众、咱的读者哈，他看了这媒体以后，他有判断力，哦，可以去批判，哦，也当去分析这媒体，安尼才是上大的目的啦。对对对，不是说单方面人家你攻杀你的信杀啦，吼，那你这媒体识读这个部分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咱一开始时有去讲到讲，我们现在就是说，像传统的媒体啊，吼，包括说报纸啦、杂志啊，还有广播电台啦、电视等等，然后后来又新兴的这个网络，现在是非常的火热哦。但先来攻击的传统哦，媒体也保魂哈，就是包括咱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其实因为面临到这个网络的挑战，那其实就是会有蛮多的困境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也请两位教授先来谈一下。我们先请陈教授。好，咱大家来看这啦吼，这是迄个科技部的调查出来的资料。是。哦，咱知影讲2014年开始，电视佫是大家上爱看的媒体，到2015、2016了呢，媒体。这死亡交叉嘛，即嘛死亡交叉，即嘛大家拢要迄个消息来源，第一个优先是网络，对，所以咱就知影讲，即嘛网络上侪人看，再来是电视，报纸、广播甲杂志，所以为这个度，咱就看了足清楚。对，这当年拢有做迄个科技部拢会做，科技部做诶，咱大家迄个使用媒体的情形是安怎？所以这结果看起来，哇！网络愈来愈侪啊！对。像我即马有当时啊，嫁去伫外口，大家迄个拢嘛最好用网络的尤其掠迄宝可梦啊，所以大家拢迄个网络拢优先的对。对。电视一伫厝在看呢。所以这是一个迄个趋势。所以其实就是买报纸的会越来越少，杂志的就比较少一点了，对不对？是啊，因为他们的速度就没那么快啊。对，所以个方便性。即马大家迄个手机啊，拢会早出门啊。对。无早钱，敢若无要紧，即马四角堆嘛，拢会使配一个吼。对啊。什么台湾配，什么配一大堆啦吼。所以即马你毋免带钱出门，只要有带手机啊出门，应该就袂去互枵着。所以即马迄个网络的新闻，网络的消息，变做是大家接触上济一个媒体。对。对，所以其实就是说，因为受到这个网络的影响我们这个传统媒体其实受到蛮大的挑战，对不对，庄教授？刚刚陈教授也有提到就是讲，咱因为方便性咱自两个部分来看就是讲，咱传统媒体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媒体咧经营，伊上重要目的嘛是爱趁钱你讲媒体若无趁钱，伊要怎经营的？但是咧，这新的网络的媒体呢，基本上伊唔免开钱，上简单咧就是讲，咱咧讲的讲网络自媒体，即款物件，我就一个手机啊，我个会当在我的物件会当普及，我会当去讲我的代志，无像讲咱主持人，咱电视台，爱黑也爱黑，逐项拢爱有，这拢钱。对。但是对网络来讲，咱讲咱这就是讲包含咱讲这网红啦，这。因其实一开始拢是足少的，资本也足少，伊可能一个开办费尔，但是伊慢慢做，经过一寡过程，总是有即个过程了后，因会当开始趁钱，趁钱了后，因就会当是我家己，也是讲去扩大因的影响力。这交咱过去的媒体的所谓经营方式是完全无相像，也是讲像人报社啦，像特派者。因咧报社总是拢有遮个规模爱处理，但是你真的媒体，伊无法度去像过去讲靠广告赚遐侪钱的时阵，安尼大家个咧想讲要安怎好好来经营即个媒体，对，咱当然咱看电视毋免钱，讲无啦，咱迄落看咱的有线电视台嘛是爱纳一寡，这是通路费，讲节目咧制作，像咱今仔制作即个节目嘛是爱经费，但是你开一个电视你毋免。交网络相像，你也毋知伊爱开着啥物钱，所以讲这是一个足大的差别，就是讲
探钱，好，要不要有这个经费的使用？啊，另外一个吼，头拄啊，陈教授也有讲到啦吼，就是讲，台湾媒体研究吼，传播行为研究吼，伊讲一般人吼日常生活吼，他最常使用的第一网络占51%，好，第二呢看电视41%，哦，差10%的哦吼，啊个呢50岁以上看电视，吼，50岁以下用网络。所以讲这嘛是世代也不一样，他所使用的这些传播工具也不一样，啊，变成讲咱进传统媒体伊的经营的时阵，伊嘛是爱去搭配，咱这个使用者，到底是伊要什么物件，还是咱媒体想要甲观众讲什么物件，就是说一个是我想要说什么，另外一个是观众到底要什么，那这边但是观众要什么呢？我不一定。有法度可以，但是我想要趁钱的，徛伫媒体立场，伊总是爱有法度经营，所以讲这个是讲在新旧媒体之间，传统媒体跟新兴媒体，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点啊？当然新媒体有新媒体的好处，但是旧媒体嘛有旧媒体伊所存在的一个必要啦，当然这个议题嘛是真不管是讲咱社会啦，还是学界啦大家共同咧讨论要安怎，互这个媒体可以在这个公民社会内底真正对咱社会有帮助，嘛会当真正反映到咱老百姓的心声，这当然是大家拢爱去做一寡努力啦。好，谢谢教授。所以接下来我要来请教特派了哈，就是说，因为其实像就是传统媒体报纸，那可能就是后来面临的电视啦跟网络的冲击，其实对你们有冲击嘛。而且像现在就是说，除了你们是发行报纸以外，其实在网络上也是有在做，就是也有做发行，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可以谈一下。好，这个问题其实因为我身历其境，所以其实我们这几年来，这5、6年来，其实媒体的变化非常快速，而且非常大。其实联合报它只是大家看到的报纸的报份，可是事实上我们在5、6年前早就开始转型了。我们转型成联合新闻网，而且现在年轻人多是用手机在看新闻，随时随地都在24小时在昂在手机上面。所以我们联合新闻网呢，它的点阅率呢，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是全台湾的新闻网站的第1名，这是有数据上的统计啊。那其实上我们现在也不只是说只有联合报报版，然后我们就较早记者是讲差不多9点8、9点我就下班无代志啊，去上去了相馆也没办法洗照片，我就下班啦。今麦记者是24小时拢伫 online 呢，马上有什么新闻3更半夜来，我们都要马上在现场。所以现在记者的压力跟以前是差很多。所以现在记者的训练嘛，不是较早你也要写稿安尼你就 OK 啊，没有问题。事实上不是哦。现在记者，你像我们联合报的记者，不只要会写稿，要会拍照，还要会录影。还会剪接，甚至还要配乐，还要加很多东西，所以今麦记者不是跟较早完全无讲。但是最重要的不同的点，像我们是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在不同的平台，包括我们有全台唯一的联合晚报，我们还有联合报，我们还有新闻网，我们还有手机 APP， 我们有很多的管道，让我们的读者、阅听人都能够接收到最新、最快速、最正确的新闻。消息对，所以其实刚才那个庄教授有讲到说，现在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嘛，就是我自己也许我都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然后我自己就是自己上去弄一个网站，然后这上面就 po 我自媒体就自己报新闻。那跟我们那个传统，其实我们这个记者，我们这边现场很多都是记者出身，我们就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这方面的话，你们在挑选记者的时候，其实还是跟一般的那不一样，对不对？我想相差很大。咱今麦记者会有时阵开记者会的时阵，是讲请食饭的时阵，我就发现同业突然变了很多很多，因为很多也都不认识，因为都是自媒体的记者，有一些是自媒体的记者，有时候连我都不太认识。那大家都认为自己都是，其实现在每个人都是可以当记者，但是每个人当记者、自媒体跟我们这样的传统的媒体有什么最大的不同点？我们在培训记者、招考记者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像我在念新闻系的时候，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志愿就是要进大报、大媒体，因为什么呢？福利制度待遇好，然后升迁管道好，他的训练也好。那我们通常招考记者有3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大批招考。
像我们同事里面有的是什么黄埔1期、2期，迄就是讲，譬如讲就学校科起大批招考，来讲几啊千人啦，几啊千人来科起，迄做歹考的，几啊千人，真正做歹考的啦，嘿，人家做厉害，叫我好厉害。我前2天遇到一个市政府的某官员，给他讲吼，伊捌考过阮联合报哦。他考过联合报，然后但是他笔试第1阶段进来了，但是第2阶段就被淘汰了，就没有了。对，其实早期你要做一个联合报的记者无遐简单呢，所以联合报记者基本上它有一定的水准在。对，嘿，然后第二种方式就是说你是没有有经验的记者在线上，因为我们联合报那时候是大报嘛，所以很多人常跳槽来联合报。好，那所以第2种方式也是招考试。他考试呢，他就是招考有经验的同业媒体记者来考试，考什么呢？考新闻写作，考新闻改写，还有考新闻时事，然后这些都考完，你第1阶段进入前几名之后，还有第2阶段的口试，对，还有口试。那现在还有第3种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譬如说阮台南今嘛欠一个记者。譬如说只差1个记者，那报社不可能为了你台南签1个记者，然后来去考试，那我们就可能在联合报的地方版或是我们的新闻网，我们就招考记者，那我们就会当地考试。其实这种就算是这样的招考记者，随便也有好几10个人来考试，来科起。那我们通常也是会看他的新闻写作能力、他的表达能力啊、他的逻辑能力，甚至譬如说我问你台南市长是谁，你不能告诉我你不知道市长现在是黄伟哲吧？对，那就表示你根本就是不及格。我们会考一些很简单的新闻时事的东西，了解讲，在地有上面特色啊，K 八 K 南安那分，你不知道台南的新闻，你在基本的常识爱无，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对记者的招考也是有一定的水平在这样子。对，没错，所以这个跟自媒体就是那个招考的那个新闻记者的这个水准跟他的素养还是有差的。一般都是比较有经过这个专业的，可能就是你读的是相关的科系，然后后面受过专业的训练，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连要进入报社，那时候我知道真的非常的难考，然后你进入报社，现在还要自己会拍。会剪辑，还要配乐，对不对？因为还要在网络上播出嘛。对，所以真的很不简单。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我们传统媒体呢，就是像我们报纸在出刊之前啊，那新闻审核的机制到底是怎么样？有一个审核机制吧？因为像是媒体可能他高兴 po 什么就 po 什么，对不对？我们有审核机制，通常我们的第一线的记者他就是最低线嘛，那通常他也是经过我们的一定的训练，我们要经过3个月的审核。3个月审核，你有同轨你才能成为联合报的最菜鸟的记者。我曾经用过一个记者，他是某新闻科系第1名毕业的，可是用到1个半月的时候，我发现他不能用，我就把他找来跟他聊。为什么？因为他每天呢就挂在他的网络上 PTT， 然后他都不去现场采访，都不爱去现场。不去现场。看到那个社会新闻，有人自杀，有人跳楼的时阵。唔敢我过去翕相，拢徛较中远的。会惊？系啊，有的警察甲我讲，一定是哪记者这拢唔敢翕相嘞，这边安怎？所以我就把他找来跟他聊一聊，说，你这个有一些问题啊，你每天都宅在家里啊，都不去现场采访，安尼是可能阮两部可能考虑可能没有办法用你。后来他就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把一整包的那个抽取式面纸全部用光了。他就跟我说，特派拜托你给我机会。我说好。那我给你机会，我要求你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最后这1个月、1个半月，这3点，譬如说你要完成什么样的专题，你要去现场采访，然后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我其实都会要求啦。我们其实第一线的要求其实是蛮严格的。然后他达到了以后呢，他才能够成为正式的联合报记者。那现在这个小女生呢，其实她还在媒体界。对。然后呢，她呢有一阵子我调离开地方的时候，她还打电话给我说，特派我很想你。我说你怎么会想我？我对你那么凶？伊讲无啦，因为你甲我教足济，所以你甲我教我以后拢感觉做好用的。其实当一个记者，不是像大家看的表面上这么光鲜亮丽，还是讲做简单的，凊彩你找一个手机啊，脸书直播你就有法度做记者。其实你要做细腻的，你直播你报什么物件，还有很多法律上的问题对，其实当记者要很多的素养，就是什么都要懂一点的。当然，我还是教授最专业了。对，没错。那其实说真的，现在很多自媒体，它有的是转贴人家的文章，然后就自己经营一个网站，就当做它就是一个新闻的网站，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啦。好，那特派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们有没有遇到说有报道错误需要更正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也会有遇到报道错误的时阵啦，哈，像通常这样的时候，甚至也有那个当事人就冲到报社来讲要找记者啦，像拄着这款的时阵，阮的楼下的警卫就足紧张敲我讲对吧，啊某某人来啊。前一阵子我讲一个案例哈，前一阵子就是因为警察局他们去查缉那个色情的特种行业，那结果呢就提供了一些，然后记者也拍到一些这些。做半道、做全道小姐的一些照片啊、隐私什么的哈，是。那可能有一部分在网络上流传谣吼，这个小姐唔知就厉害，伊讲去找警察啦，警察讲吼，你找我无效啦，你要找记者啦，所以伊就找来阮联络部讲要找记者，找我们某某某记者，阮的记者有做紧张啊。我就问那个小姐说，那你需要怎么样？那她就说，因为那个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她的个人的资料，譬如说以个人的隐私，譬如说以电话、手机啊、号码啊，甚至住址。那其实这些都是不可以，这是有个资法，还有一些很多相关的规定。所以其实第一时间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是其实各媒体都有登，唔拿阮的老婆看你啊，但是因为是大婆，所以人都爱来找阮的老婆。然后他来找我们以后，我就觉得说，基本上将心比心哦，她也是一个女孩子家，不管她从事什么行业，我就觉得这个第一时间我就觉得我们该要把这张照片撤掉，因为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就是尊重当事人，所以我后来不止我们把这个照片撤掉。那我也跟警察局相关单位反映说，以后像这样的资料，基本上其实也都要保护当事人，不管他是加害人或是被害人，其实我们都要保护他，因为这是基本的人权。对，所以讲到这一点，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我们传统新闻哦，这样子的一个媒体自律的部分。那媒体自律的部分，我们也先请教两位教授来，庄教授。基本上现在大概所有的媒体哈，或者是说这些媒体工会哈，他们都有所谓的自律委员会或是伦理委员会啦。对。那这个在每一个媒体机构都有。那他们当然会针对，就是说无小详的议题吼，像这阵啊，像自杀的啦，头拄仔特派咧讲的，就是讲这有侵犯到隐私权的。那这个基本上各个媒体哈，伊拢有一个会当讲，因有一个遵守的一个规定啦，尽量不要去为了收视率哈。还是为了这些去给人抢独家啦哈，点阅率哈，去违反这个，因为这对当事人哈，因为媒体不是法官哈，媒体也不是讲我说了就算，那咱就是常常会听到讲这款的讲媒体未审先判哈，那当然，所以媒体基本上他们在处理这些代志时，基本上都是很自律啦，很自律。当然社会上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也许有些是当事人，有的不是当事人，当事人对伊家己的新闻事件，他会比较敏感，像他说特派在讲的，但是当然，所以讲我咧讲的是讲，其实媒体伊家己拢有这的自律当然偶尔有时候当然嘛是会无些新闻突出，媒体当然有时候咱会讲，这个报道跟道歉的比例不符合原则啦但是。这个也是新闻，同样在取舍的时候，因为去做一些报道，那只能说他们还是有这样一个机制。那我们只是透过这样一个机制，希望说，对于媒体的报道，还有对于被报道的当事人，去取得一个平衡点，基本上近期大家拢会加自律啦，包含讲像政府部门，他也对一些相关的这些都有做一些规范啦。对。只是我还是讲的，就是说，大家迄个红报的，交我咧看电视的看新闻的迄感受无相像。对，无讲对。好，那陈教授你的看法了？刚才庄教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媒体自律？因为媒体它本身要维持它一个品牌的那个质感，所以他自己也会成立一些伦理委员会、自律委员会，好像我自己也有参与过这样的一个会议了就是定期会帮他们开会来检视一下他们做新闻是不是符合学理。那也有人会怀疑讲，有当时伊咧黑白报政府较无爱管一下。其实这就爱为法律来看出版法早就已经废除所以你也是这个文字的部分，就报纸、杂志这是较早出版法咧管的。所以出版法已经废除了，咱即马只有会使做事后的追溯。伊这报道若有问题，是侵犯到个人的隐私的什么货，咱会使去甲伊求偿的部分。
但是你袂使改查封，袂使讲事先检查呢。所以即摆 NCC 管得到，只是电子媒体这个部分尔。所以这个报纸杂志才是归 NCC 来管的。那所以政府要管这个也是很尴尬，因为媒体就是涉及到言论自由的部分。所以说如果政府把手呢伸进媒体，那是不是在这个限缩言论自由？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政府除非就是媒体有出很大的包，非常的明显，或者是有立即的危害，否则的话，我们都是期望透过媒体的自律，来让这个新闻跟资讯的品质更能提升这样子。是好。那特派就是我想联合报系在这个媒体自律这方面应该是相当重视的，对不对？对，我可以举一个案例那个大家知道，应该记得我们那个嘉义市的前市长涂醒哲他那个时候刚上任的时候涂醒哲他有那个被爆料者检举说他去那个护肤店什么做半套啊什么，迄阵这种相片就这人看有没有？他跟一个市长跟2个好像护肤店的小姐去上的相片啦那个时候爆料者就提供这个独家的照片给所有的媒体啦那这个爆料者就是这啦细剪啦细干啦好，他那个时候提供爆料的时阵迄阵。我就叫我们的记者说，那你联络这个爆料者，试着跟他联络那我们来跟他了解。那因为这个爆料者本身也蛮争议因为他自己有一些前科刑事案件。那其实阮记者做少年的时阵嘛，做紧张的啦，伊就讲记者伊就甲我讲对吧，我会惊，我讲无要紧，那对吧陪你去好啊。那我们就帮他跟他联络到 7-11 见面啦这个爆料者来的时阵是。恰灵恰哄安尼然后全身都是像兄弟跪靠安尼，然后带着一包现金，故意就撒给我们看，讲几十万的现金，我看讲我开真庄的啦我等下要去收钱那当我们家的年轻记者就很紧张，那基本上我就买了几杯咖啡请他喝，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简大哥，因为这个新闻我们非常重视，温报侠非常重视是这个新闻，如果你有相关的证据，还是相片还是录影，什么都可以使。如果你可以提供给我保证明天上头版头。涂醒哲，这个新闻做半套新闻，会上全国版那如果没有，那我们可能就要慎重考虑。伊讲有，我一定有的，但是我无查到我甲提供给你。我说没关系，那麻烦你提供给我们。那后来我们就再约时间，他就到我们报社来，然后呢就带着他说他所谓的手上的证据，录音的证据，告诉我们说，涂醒哲。这个他有录音，他自己有去做半套嘛他就录音，然后套那个小姐，问他说我们涂市长不是拢做爱来恁家可乐找可乐安怎来抓人啊创啥我们涂市长不可否认他很爱抓人，因为很累嘛，喜欢抓龙嘛，这个其实我也喜欢，很多人都喜欢。对啊。但是呢，我听了半天，我跟我们的同事听了半天，他那个录音的内容从头到尾完全没有听到。他那个小姐大概只有说有啦我涂市长会来啦捌来过啦安尼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听到涂市长跟那个女生有做半套，或是有任何的蛛丝马迹。所以这个新闻呢，第二天呢，各报都做大，唯独我们联合报做的，其实说真的，我们只放在地方版，而且做的不大。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的决定？因为我觉得爆料者根本没有证据。对，我不能因为你一个爆料者，我随便就去影响到一个新上任新科市长的名誉。对，基本上我觉得是不对等的，因为你没有证据。所以后来我就跟报社讲了一下，报告了一下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如果他今天有证据，那我建议明天上头版头，而且我们要做大。对。可是因为这个爆料者他并没有具体的证据，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没有做大这个新闻。但是我还是要我们的同事去查证，我们去访问那个可乐小姐，我们也去护肤店访问，我们也问了涂醒哲市长的说法。后来这个新闻事件，第二天涂醒哲的去地检署各那个其他媒体，对，就是告了下面，后来搞了很长。他现场在 SNG 很多记者想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讲。哎呀，联合报就拍完章，就跟我讲，伊今日无要做这个新闻，只有你们这些媒体才会跟着乱追啦其实我蛮3条线的，因为其实每个媒体的判断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但是基本上对我们联合报来说，我们对于这个查证，我们是非常重视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们的对我来说，我们就是自律。所以
你也会跟采访对象建立一个很良好的互动。媒体就是应该要扮演这样的一个第四权的角色，而不是随便一个爆料者青菜公共我就拿他的爆料拿去报道。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而是如果我们查证不是事实，这个新闻我就直接告诉他不要处理。对，我们通常的做法就是这样。其实我们每天报社都接到很多读者打电话来投诉这个爆料那个非常多，打刚拢无。但是我们报社对读者投诉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我一定要求我的记者马上去查证，去现场看，跟当事人约好我们就去现场看，而且我们会访问相关当事人，包括如果跟市政府相关，我们就问市政府相关官员。对，如果我们查证不是事实，我们绝对就不处理了。我觉得不需要处理，因为我觉得不需要被利用。媒体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便一个东西都会伤害到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案例是，有一个老师，他被爆料说他涉嫌性骚扰学生。后来这个老师呢，他可能想不开，他就上吊自杀死。然后在殡仪馆的时候呢，这个老师的爸爸他就很伤心在哭，然后很多记者也去采访。这个老师的爸爸就问说，某某报记者在哪里？你害死了我儿子，你知道吗？我被栽培给囡仔做到老师是多困难的。那你们为什么记者可以未审先判？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当记者真的是要很谨慎、很小心，而不是随便的随之起舞、随波逐流。那是完全不对。我觉得这就跟一般的所谓的什么随便都能当记者，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区隔。对，所以真的是在联合报这方面，这自律做得非常的好哦。那现在有很多人其实就是透过网络就随便就是去爆料，他就随便给你 po 上去，对不对？所以就现在我们来讲到这个新兴起来的这个媒体，现在都会看到自媒体啦，然后很多什么网红啦，然后什么网络的声量怎样啦，那这个部分一样要请教我们在场两位教授。那我们先请陈教授。好，那首先我们来谈什么叫做网络声量哈。那其实就是我们在网络上面会留下很多的资料，所以这样的资料靠人来分析的话，可能不是很容易。你可能在网络上会有留言啊，会发文，会对骂啦，等等的，然后就会留下很多的资料。那我们会有这些程式啦，或者是什么 AI 的机器人啊，程式就把它算出来，就把它算出来。那所以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网络好像是匿名的啊。然后大家朋友一起都会互动的，所以他可能随便讲都没事。那其实那个匿名是你以为的匿名对，都有资料的，对不对？其实你的 IP，你上网用什么设备、什么时阵，你上网，这拢有资料会使查。所以迄无法度，你走袂去的。你袂使讲，你欢喜你欧北美人啊，还是讲你要放火烧要什么火，迄拢袂使。那个触法的行为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是为了要创造网络声量就抛一些这个惊世骇俗的这个言论，吸引大家的注意，所以说越多人看越多人传这个声量就高，所以你在网络很红的就是网红，对，就像以前在电视很红就是电视明星，看电影很红的就是电影明星这样子。然后以前我刚刚我细汉的时候我最爱听5、6天的迄就是广播的时代，所以嘛有广播的明星啊，所以大个时代迄个明星无共，所以即摆明星就变成网红。网红，因为大家拢在看网络嘛，大概是安尼。好，那庄教授。其实咱咧讲网红啦，网红其实头先陈教授也点到一点啦，就是讲，伊这是透过所谓的 AI 人工智慧这个物件去甲计算伊的流量数字。但是你真正唔知啥物人，查甫的查某的，但是伊这会当透过大数据的分析大概在某种程度上会知影给讲什么时间伫什么所在，像咱以今年旧年年底选举的这个咱咧讲给讲高雄市长这个韩市长对，伊这个是会当看出一个趋势，就是讲。伊的网络声量真正有较悬，因会去特别伫什么时间去看，就是讲人拍这个所谓关键字，去讨论什么议题，去交什么关键字去做连结，这是当然就是讲你事后要去做遮所有咱咧讲的就是讲要安怎去运用这些资料，当然这是不是人后咧讲就是讲网红交你的销售量，还是讲网红交你的
得票率是不是有绝对的关系？当然，咱即个会当讲啊，迄个吼韩国瑜这个例子是对的，也是讲吼，咱这网红可以讲有一寡什么吼，这群人呐吼，也是讲什么这大家可能普普啊知影，但是伊敢是可以讲，伊所做的这个点阅率，就是伊的销售量。好，这咱是迟疑啦，啊，嘛是因为是这个过程可以讲，那造成头拄啊主持人咧讲的。传统媒体要不要让自己变成网红？好，这嘛是跟咱今天讨论的时候，联合报一头多少个咧讲啊，讲他们也要多元去跟所谓的咱的乐众啦，吼，这人吼，爱去交易接触。啊，这有当时变讲，咱本地是传统媒体，大家是不是都要向 FB 靠拢，还是向 YouTube 靠拢？好，他们是一个网络新媒体，但是我们怎么去？你新媒体跟咱的传统媒体，好，它各有它的特色，去做一个差异性，去做一个区别性。好，当然，咱跟着时代来走，这是节奏重要。咱边去创造咱成为网红，但是呢，相对来讲，可以讲，我们也要能够，咱咧讲的讲，好，咱今天的主题就是讲媒体识读，是不是就被这些网红的假象，好，这虚的讲啊，你看这一个代志，啊个点阅率10万、20万，破100万。哦，啊，这是真的假？好，还是讲这只是为了炒作媒体，去制造出来的一个东西，因为咱若讲较具有研究性质、较学术性的，你去分析的时阵，未必代表了它实际上的意义，但是伊上无会当咱咧讲花车效果啦，庙会效果，哇，大家嘻嘻哈哈，安尼造成一个，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做媒体识读的时候，咱来去咱家己做一个阅听众，咱接受这相关的讯息，咱来去思考的一个重点。对，所以刚庄教授讲到这边哦，咱就有来想了讲，其实网络上有出现很多这种假消息，那出现的时候，到底民众应该怎么去分辨呢？我们先请陈教授。所以拄啊曾教授讲的真对了网络的物件既然是机器来算的，就有可能造假。伊嘛会使用网络机器人一直来点啊，所以这届选举嘛是有人发现安尼情形。所以其实咱要知影网络的趋势 ，Google 咱大家拢会用嘛对 ，Google 就一个趋势，也会互咱知影讲当时搜寻什么回事，迄个最热门的名词。无唔对啦迄个高雄市的这个韩市长是迄个热搜第一名。对啊，热搜第二名是柯文哲啦。所以。因为咱大家拢用网络嘛，大家下早起来就有人来问候啊，所以我来举一个例啦即马迄个赖内底有一个叫做美玉姨啦每次遇到疑问的时候，都爱来问这个阿姨一个。美玉姨。对，所以叫做美玉姨啦是。我前一阵有人传这给我，因为我开车上班嘛，就讲这罚款要增加闯红灯要加偌济钱，多偌济钱啊？对。大家朋友就讲赞，谢谢。感谢你甲我提醒。我看看讲这美玉我也捌用过啊，我来试看卖。我昨晚甲这篇拢打过，来问美玉这是啥物情形。结果发现哇，这是假的，已经传足久啊。伊就甲你讲这假的。伊会连去一个事实查核中心啊。就讲这已经互传足久啊。内底这毋是真的迄个消息，因为咱一个法律要实施的时阵，拢有迄个实施的日期嘛。对。大部分拢是1月1号啊，这讲2月1号跟2月20号什么当时。可是，一般民众有的不太知道啊，所以就信以为真。对啊，咱唔知影先来问这美。美玉姨，这不错用哦。对啊，咱大家在试用看卖，改加好友。若传到你的讯息，你甲拍进去看卖。就知道真的或假的，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对。好，那这还不错。那庄教授呢？民众应该怎么来判断说这网络消息的真假？其实真的蛮难的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很难判断。也不会很难也不会很难。其实嘛真简单啦就是讲咱唔通个代志上解复杂啦第一，咱就是讲看这有人像啥物本报讯还是本报某记者这咱就上基本的嘛，就是讲我写的我负责任。咱就会看到讲有人对这个新闻负责任，什么时间写的，这上无就是讲所有你看像联合报因在大报社，一定拢做负责任。这种有品牌的啊，什么人在写？其实咱的媒体识读嘛，讲据可靠消息来源开个玩笑
就是讲据可靠消息来源，就是不可靠消息来源啦，就是无人敢证明啦。好啊，反正这个是谣言在空中传来传去。对。啊，这咱就保持你看可靠消息来源，你个小点一下吼。咱家己咧看这个新闻的，就是讲啊，这个无一定的啦吼。听听就好。啊，咱也莫变人的二手传播。哦，啊，头个就是讲有人无，啊有时间无吼。啊，另外一个就是咱也感觉这个新闻吼，因为咱都不是当事人嘛，吼，所以讲咱嘛是保持怀疑的态度。这敢是真的？吼，问一下，这敢是真的？讲啊，美国搁要拍飞弹去北韩，还是北韩要射飞弹，这敢有遮简单？吼，就是讲咱会当小去考虑一下。啊，你若感觉讲啊，这哪成真的，跟哪成假，无要紧，咱找多重消息来源，敢是干那伊咧报？对。吼，还是讲另外一个你相信的媒体，吼，敢有咧报？啊，电台有咧报，报纸有咧写，电视搁咧讲，吼，安尼若是拢有的时阵，因为这总是有一寡较有信用度的媒体，伊会真正去过滤，会去求证。对。吼，啊，咱若看到这真正有品牌的，伊无咧报，啊，咱这代志，咱家己做一个消费者，咱做一个吼，咱的现代的公民，咱个爱知影讲啊，这无一定是对的。另外一个就是讲，哦，人咧讲的讲啥物食药啊会好，食啥物菜会好，问一下专家的，大家朋友拢足济，吼。像我有当时啊，阮伫阮的群组内底嘛是有会接到一寡讯息啊，但是我个会去问阮群组内底吼，阮有一个同学可能也咧做法官啦、做律师啦、做医生啦吼。律师安尼，咱就调工起来问一下讲啊，医生啊，啊这真诶假？啊律师啊，你看这个代志是安怎？还是讲啊大师啊，咱会当吼用多重的管道加去问一下。吼，咱无需要讲听到啥，咱就去对人讲啥吼。这是可以讲咱家己对。吼，咱家己的一个要求，安尼较袂可以讲社会做者讯息，吼，安尼传家，吼啊到底真诶假，啊结果假个一直传，啊是讲真好佳哉，吼，咱政府嘛是要采取一寡措施啊，可以讲咱也尊重媒体自由，但是错误的讯息，吼，咱嘛是袂当够继续流传下去，啊可以讲透过这款过程，吼，咱家己自我检视，吼，咱了解可以讲，这啥物真诶，啊咱若感觉讲这是假。咱呢，这个讯息个到此为止。好，咱个到此为止。对对对，所以讲到很重要的这一点，就是民众你不要说看到什么消息你都认为是真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来做这一集媒体识读节目很重要，就是说，你民众自己要有判断能力，你自己觉得说这怎么可能，或者是存在疑问，你要多方的求证，不是说人家 po 什么你就说这个就是对的，然后一边转传一大堆，然后就这个谣言就越传越多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科长了哈，科长，那就是说对于说可能是目前国家的法令啊，对我们这个网络上这样子，如果说是一些假消息的话，是假新闻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处罚措施？是有关那个假消息或假新闻的部分，其实刚刚教授还有那个特派这边都有讨论到非常多。其实它可以区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媒体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网络的部分。那媒体的部分，其实刚刚教授有讲到，其实政府的立场基本上都是希望尊重媒体可以自律，那只是说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新闻报道的状况跟事实会有落差的情形，这时候就必须要有法规来控管。那在法规的部分，其实跟媒体相关的法律比较主要是卫星广播电视法还有广播电视法。那这两个法规基本上主管机关都是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也就是 NCC。那其实它里面有规范到，就是说节目的内容如果说它不能去妨碍到公共秩序还有善良风俗。那另外在卫星广播电视法里面还有规范到，就是如果说我们在直播新闻的时候，其实如果是违反到事实查证的原则的时候，然后导致有公共利益的损害，那这个时候也就是可以加以去惩罚。那像今年年初就是我们其实现在一直在很关心的一个非洲猪瘟的议题。那像这个状况，就是有时候媒体它在报道，例如说怎么去处置这些有可能会有疑似的肉品，或者是从疫区进来的肉品，要怎么去处理的时候，有报道错误的时候，像今年年初就是发生了这样一个状况，然后所以有加以去处分，所以基本上政府的立场基本上都是从公益的角度来出发，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发生。那另外除了这两个媒体的专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各个法令它都会有一些有关媒体它有报道的一些限制，例如说像儿少法，
对，像这些，所以基本上这个都是以媒体为规范对象的。那刚刚也有提到在网络的部分，网络部分其实现在真的大家手机非常多，都是用 Line 啊或者是 Facebook， 那 Line 有很多群组，然后消息传来传去，这样真的是非常的讯息非常多。那其实大家真的是很难去界定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那像有时候像之前地震的时候或者是天灾发生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讯息都会跑出来，那就是说啊哪边淹水了，然后就哪些地震可能压伤了什么什么人之类的。可是后来都会发现到有些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假的讯息，或者是旧资料。对，或者是旧资料。所以像这个部分，其实那个政府这边其实有透过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秩序维护法的这个部分来就不实的谣言进行相关的规范。那另外，其实现在中央其实也在着手就一些像食品安全，然后疾病传染或者是一些灾害防救、农产品啊、粮食这些的相关法令有进行去修法，然后未来可能会进到立法院去做审议。那这些都是希望去透过这些的法规，然后让这些假讯息的部分能够有效的控制。对。那另外科长，我们知道说，在第3频道这个公共频道的部分，其实是我们民众获取这个媒体识读最佳的一个教育的管道。那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第3频道？好，其实刚刚在刚开始的时候，教授们其实还有特派们都有提到说，其实媒体的一些新闻报道，其实多半都带有一些观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这个事情或者是整个事情的完整性更能够明确？其实我们就是要透过许多的不同的角度的新闻报道，或者是一些说明，然后让大众能够可以了解更多的面向。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可能对这件事情有更完整的了解。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市府在合并之后，我们其实就是有跟地方4家有线电视业者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就是在公共频道上面去联播地方的自治新闻。那这样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说，希望透过希望民众他可以在有线电视上面，不只是看到全国性的一些媒体，那甚至我们可以透过地方的媒体了解我们台南的一些在地的事物，然后让我们的角度可以更为多元。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希望是透过公共频道来达成一个媒体识读的一个方式。那除了这个媒体的部分之外，我们其实市府也透过鼓励像我们民众来参加一些影视活动，影视的增建、影像创作这部分来建构自己的一些观点啊。例如说，像我们有办理一个社区影像人才培训班，那这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哦，很好。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民众其实可以来我们这边参加了这个训练班之后，经过一系列的专业的课程，还有师资，那他就可以了解到说，我要怎么样去拍摄一个影片，然后甚至我可以了解到说，镜头的取舍其实基本上就是带有观点的。对。那你基本上在做这个纪录片的同时，你基本上就会完成一个自己的角度。对。这就是一个非常一个完整的一个建构的过程。那另外我们也有办理像公用频道的增建活动，然后我们有办理台南划世代的动画增建。那这些活动其实我们都是以台南作为一个主题来做创作的主题，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可以重新再来去思考说，我们台南有什么样的特色，然后重新去看待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那我想这些都是对台南市民在建构自己的认知，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也都持续在深耕，不管是新闻内容或者是在一些影像创作上面，我们都希望民众能够一起来参与，然后让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都可以在一个互动交流当中，然后有更多元的一些沟通。对，所以市政府新闻处一直有在这一块在努力在推广了哈，因为毕竟你民众要做什么样的节目或者是说发文啊，也是需要透过一些培训的，要有正确的一个观念哦。那我们其实现在就是说，因为有网络，大家要 po 文啊、FB 什么的都非常的简单，我们怎样教民众一下，怎么样避免触法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请教特派。就是囡仔拢很喜欢在 FB 上面 po 东西。对，像我家囡仔嘛是，他念国中，很多年前他念国中的时候，因为 FB 那时候正盛行，大概3-4年前。对。他常常譬如说在 FB 上面，他就会留言啊，甚至会有一些不愉快，就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那时候我就会跟孩子讲说，其实，在 FB 上面，你不要小看它，你 po 什么东西，它都是公开的，而且呢，最主要是你留下了证据。所以你留下了证据，他就会把它
翻拍或是什么，他就会把它留下来。那这个可能他就可以当做一个提告的一个证据。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好不要在像公开的，不管是 LINE 或是 FB， 或是说人家传的一些东西，其实你也没有办法查证它是真的或假的，你就跟着复制贴上，垮开就干单的你复制贴上，可是事实上你很容易你就被告。我记得中正大学有一个教授，法律系的教授，就是因为有人在网络上、社群上、FB 上面呢，就是复制贴上，然后就讲这个教授的一些笑话还是什么，这个教授就真的提告，而且告了不少人。那所以也许你是无心的复制贴上做干单呢，当做笑话在看，但是你可能不小心你就被卡到官司了，而且这爱狗爱照换银照得干数爱照就顾哎，所以其实任何一个简单复制贴上就干单的这类动作都要很谨慎。所以我也跟孩子讨论过这样的东西。其实你有什么代志？你同学上课就会见到面了嘛，上课讲就好啦。其实不需要这样随便在网络上去做一些留言，那其实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就我自己都做细腻的。对，哇，这个真的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建议啊。好，那庄教授。其实咱要发表任何要处理新闻咱因为袂当做的代志其实可能也讲袂完对。所以讲咱是想讲要安怎做我讲较简单的，就新闻学内底然后较简便的讲真善美，第一是真的，你真正有看到的，你家己发生的代志，这是真的嘛？唔是你听别人讲的，因为咱唔知真的。你只要对真这件代志你有疑问，你个唔通叫白用。但是你家己你认为是真的。第二个是讲善良的，善这对社会，这是一个好意，我去人讲一寡代志，去互人避免一寡歹代志，去人讲像天气较冷咱就加穿一寡衫要落雨类似安尼。但是讲即阵就唔通带猪肉倒来台湾，这是咱就生的嘛。第三水的，这好代志，好的事情，咱会当互报去讲互知，安尼从这真善美，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这新闻的代志，安尼。咱就唔免去烦恼讲什么袂报纸，咱用正面来看这个代志，可能会较好啦。对，这是最直接的做法扬善那个当然说恶的部分，我们就是这样要经过查证好，来陈教授。其实刚才两位讲都非常的正确了那当然常常的时候出问题都出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网络是匿名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群组是封闭的啊。我这个几个好朋友呢，所以我黑白迄个开玩笑什么话，迄拢无要紧啊。你袂记是讲咱手机拢使截图啊，对不对？你讲唔对去，人已经截图了啊，你搁删除嘛无效，搁收回嘛袂付啊。对。所以你拢感覺講這是匿名，這封閉的，所以黑白講拢唔免負責任。其實你安尼就錯啊，因為伊隨時甲你截圖下來，這就變做一個證據。所以咱就要負擔迄個法律責任。所以這是真嚴重的代誌啦。所以伊咧鋪啥物物件的時陣，一定愛想看賣因為網絡是一個公開場合啦。雖然講網絡你會使用假名什麼貨，但是最後嘛是來查出講這是什麼人發的消息安尼。對，這很重要一點。很多民眾以為說匿名就沒事，但實際上不是有套 IP 都查得到的，絕對都查得到。好，來，我們請科長。那我想說，最簡單的一個方式，其實就是當我們拿到一個訊息的時候，當我們不知道它的真假的時候，就是不要輕易做轉發。我們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說我們看一看，如果覺得怪怪的，那就把它在我的手上就停止就好了。對。那這樣就基本上就不會造成任何的後續的一些效應。那如果說我們對這個訊息真的有一些疑慮，我們又希望為了這些新聞的內容有一些更進一步的那個付出的話，其實我們也可以把這個訊息，就是像剛剛教授們有提到第三方的那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去那邊做申請。看進行新聞真實性的驗證，或者是說我們會用到 LINE 剛剛提到的美玉儀，或者是一些 LINE 的機器人，我們都可以透過這種方式，然後來降低一些假新聞的一個影響力。對，所以今天來賓跟我們講的這些建議都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好好的運用。那媒體識讀這一塊真的很多要談那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就最後請大家來做個結論。我們先請特派。要如何做一個聰明的閱聽人？要做一個聰明莫名的閱聽人呢？
日本很有名的一个企业管理作家大前研一哦，他有提出他有著作一本书叫做《质问力》，质就是质询的质，问就是问号的问，质问力。什么叫质问力？就是说你看新闻的时阵，是讲别人传什么物件来和你分享的时阵，你就要想一想，这敢是真的？真的是这样吗？遇到这样的人家传来的东西，不要全盘接受，你可能要多想想。甚至像我们的习惯，阮的囡仔，我主持人都讲讲，同样一则新闻，我们把几家媒体都拿来看一看，可能不同的角度。为什么同样一则新闻会有不同的角度？那你来想一想，那这个媒体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立场？都有可能。所以就是要让自己多去想一想，想看卖。这是真的吗？包括我们当记者也是这样，你提供采访对象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它全都是真的哦。你得去查证，甚至有可能是作假的。我们就曾经戳破过是假新闻的东西，这是真的哈。那连采访对象都很惊讶，说我们竟然能够发现这背后的真相。那其实就是要你成为一个很聪明的乐听大众，就是多想一想大前研一讲的质问力，多想一想，想看吗？这是真的吗？对，谢谢。因为真的从很多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看，写出来的东西会不一样，所以大家多加比较。来，庄教授。每天在吃饭哈，但是哈，你食了久，你嘛想讲要安怎食饭啦？佮想想，你逐日咧看电视，咧看报纸，吼，咱进媒体识读，这是一个咱公民社会最重要的代志。咱着重心来学要安怎，佮重心好去看电视、看报纸，听电台。咱这个过程了后呢，咱会当有法度去了解媒体伊的一个生态，了解新闻的制作过程，知影要安怎去选择，要安怎去用好的新闻，就是讲咱倒边讲，就是讲咱袂互新闻控制，咱爱知影伫这个过程内底，咱要安怎家己主动去了解这世界的一寡代志，安尼对咱家己也是对社会拢是好事。好，来陈教授。所以我整理一下了哈，这个就是刚才大家讲的，就是媒体素养的媒体识读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咱看这新闻，看这消息，咱得爱先问讲，这是上者的，这什么人做的？谁做了这个讯息？过来这个讯息内底是用什么技术？来吸引咱的注意力嘛？伊是迄个撒狗血啦，什么货啦？再来说，大家都看一样东西，拢看同款的新闻，是安怎别人的理解跟我无共？这是安怎造成的？过来讲，大个消息的背后拢有一个价值，伊的价值所在，伊的观点是什么货？过来，这个消息最后会出来，一定有一个过程嘛，像咱报纸还是电视，你采访了顶悬有主任嘛，佮有主编啊，佮有头家啊。这个人拢爱知影你要送什么会出去啊？是安怎？这个消息最后可会用送出去？所以这你也使去思考，就是迄个咱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伫这。是好，来最后请科长。好，那我用一个那个生活经验当做一个比喻啦，就是例如说，像我们要照亮一个事物的时候，其实我们一个灯打过去，其实你看到只是灯亮的那一面。那其实背面的那些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可能是黑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到这整个事物的完整的样貌？其实要看很多的灯，用不同的角度把它打起来，你才能看得到哇，原来它的状态是这么的漂亮，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新闻其实也是跟这些灯光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试着去练习说，去理解各个不同的角度，然后去试着去解读它每个角度背后的一些意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比较聪明的乐听人。好，谢谢4位来宾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呢，今天透过节目对媒体识读呢已经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改天有机会还会继续再谈这个议题哦。好，再次谢谢4位，好，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启明西家这波李家各级导乐，咱再会。